現年50歲嘅香港前港姐季軍袁彩雲喺淡出演藝圈17年後，於近日正式宣布復出。袁彩雲復出嘅消息引發咗唔少傳媒報道以及網友嘅關注。據悉呢，今次袁彩雲復出嘅第一個工作唔係拍劇，咁亦都唔係參加商業演出，而係參與舞台劇演出。從網路曝光嘅消息可以睇到咧，袁彩雲咧今次復出參與演出嘅舞台劇名叫《唔該轉彎有落》。從演出嘅名單上邊，仲有唔少老熟人，有 TVB 前華姐冠軍重返加拿大發展嘅鄧佩儀，咁同時咧仲有香港知名女星張柏芝啦，同母異父嘅姊妹戴碧芝宣布復出。袁彩雲肯定已經做好準備啦。咁從外形嚟睇啦，今年已經50歲嘅袁彩雲咧狀態非常之凍齡啦。從一啲相可以睇到，袁彩雲身材幾乎冇發福，皮膚亦都係白色緊緻，其實同當年冇太大嘅差距。其實最近呢2-3年，袁彩雲一直頻繁更新社群媒體，港媒亦都曾經報道袁彩雲積極轉型做網紅。佢成日拍攝一啲短片同埋外界互動，喺唔少網友睇嚟，呢啲舉動其實就係喺俾佢復出鋪路嘅。特別係最近1年，袁彩雲多次暗示自己要復出，四處拋出橄欖枝。女長大咗，自己對於演藝事業定係充滿咗熱誠。其實復出演藝圈係唔錯嘅選擇。咁當然袁彩雲都好犀利嘅。今次復出咧就冇打安全牌啦，係反而選擇咗一個之前冇嘗試過嘅嘢咯。演舞台劇嘅難度咧，其實係相當大嘅。佢唔止拍劇，狀態唔好，仲能夠多次 NG， 有不斷重嚟嘅機會。演舞台劇需要即刻投入角色，同時亦都需要比較強嘅台詞功力。雖話已經快20年冇拍戲啦，但係相信袁彩雲應該可以好好咁詮釋角色，俾復出交上一個滿意嘅答案。